轉下其他新聞啦。元朗大棠荔枝園非法佔用政府官地嘅事件，經營荔枝園嘅18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話，會再向當局申請短期租約，如果唔獲批嘅話就會清拆。但地政總署就表明，負責人需要最遲喺今個月嘅28號清拆官地上嘅建築物，否則就唔排除採取檢控行動。18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帶記者到荔枝園睇，呢一度開始分郊野公園，私人地嚟嘅。佢承認動物屋、果樹教育徑、繩網同埋廁所都起喺官地上面。佢話唔拆係為咗方便遊人。嗱，呢個廁所入到嚟啊，都方便下，或者經過郊野公園呢啲人咧都有陣時方便下，唔會話大自然隨處大小便咧。會唔會拆咗佢佢要需要到都拆咗佢咯，咪大家喺大自然大小便咯，冇計㗎。根據審計報告，大棠荔枝園佔地12000幾平方米，其中7%，即係4600幾平方米係官地。梁福元話會繼續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租約保留，但如果仍然唔獲批，會守法將佢哋拆走。即係符合大家都要守法啊嘛！如果佢唔批嘅郊野公園條例咁嚴嘅咧，我哋都建議嗰啲家族咧都剩低嗰幾樣咪拆埋佢咯。即係變咗入邊乜都，喂啲遊客喺度啊，入到去啲私人地呢個休閒農莊嗰度咧，就完全設施乜都冇咯。至於點解10幾年嚟收過政府12封警告信都唔拆走違例建築，梁福元解釋只係想繼續申請，都唔知道有關條例要求咁嚴格。佢又話荔枝園內部分土地屬於村民，但被劃入郊野公園範圍，如果政府唔批准，應該賠償。咁你政府一係就收咗佢咯，一係就補償咯，係咪？冇理由將嗰啲農地凍結咗入咗郊野公園嘅。梁福元又話，由於荔枝園同郊野公園用地重疊，唔少人去郊野公園嘅時候咧都會經過呢一度，但佢就冇收取入場費，方便啲郊遊人士咧入郊野公園咧，經過荔枝山莊咧入去郊野公園咧，所以佢動到啲郊野公園啲牌指示喺度咧。根本就差唔多好似官民合作咁，入去郊野公園啊，你咪穿過荔枝山莊嘅私人土地咧，經過上去荔枝山莊十幾年嚟都係咁相安無事㗎。收費咧就係郊野公園入邊嘅私家地有啲項目，餵下金魚啊，餵下羊仔啊，騎下馬仔啊。地政總署話已經去信提醒佔用人，需要喺4月28號或之前清拆官地上剩返嘅構築物，否則會採取土地管制行動，亦唔排除採取檢控行動。至於涉及郊野公園以外嘅政府土地，當局重申唔批准作短期租約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導。梁福元就話咧，荔枝園嘅地係佢哋擁有在先，政府之後將嗰一帶包括係荔枝園嘅範圍納入做郊野公園。劉永安，呢一個係咪一個合理嘅解釋呢？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呢個唔係一個解釋嚟㗎。即使私人土地範圍喺後嚟先至俾政府劃做郊野公園，亦都唔等於可以隨意發展同埋霸佔官地。梁福元話：佢嘅家族早喺82年已經發展荔枝園，之後開放俾公眾。有立法會議員話：郊野公園內有私人土地時有發生，但唔等於可以任意發展，而霸佔官地就更加唔可以接受。新界裏邊有好多歷史遺留落嚟咧，就有好多地咧係私人嘅屋或者私人嘅祖田。咁雖然政府係將某一個地域劃為一個郊野公園，但佢唔可以咧係隨便咁係去沒收咗嗰啲私人嘅屋地或者係田地，甚至係墳地。但係咧唔係等於因為你有私地，你嘅門口嗰笪公地咧，你就可以霸佔，完全唔係咁嘅意思。如果你將佢據為己有咧，都係違法嘅。佢又批評政府多年嚟執法不力。喺民事上咧，就算政府要追溯翻佢個損失咧，都係只可以追溯6年嘅啫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10幾年唔採取行動嘅時候咧，可能咧就已經白白係便宜咗嗰個侵佔公地嗰位人士。咁喺呢方面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公帑嘅浪費。佢認為政府必須採取果斷行動，否則影響收回土地嘅工作。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稍後亦都會研究係咪跟進事件。好啊。